在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充满各种无同款的信仰。有的所在是田头田尾土地公，有的所在是移民为长山请来神明来斗保庇，甚至有的所在是在地先民，亲像移民爷万应公来斗看顾。不过，伫咧嘉义东这个港口村，这个所在守护神真特别，竟然是捌受过枉屈的地无正。较早是农业社会嘛，家户都家个捌是发地嘛，有一天，这主人家无去做田无地的嘛，无地地无迄人，伊算有心啊嘛，去人食番薯叶嘛，番薯叶食人对方唔甲共事，我哪甲共事对方就大家负责就无欢喜嘛，到尾落去马祖落去协调讲安尼办了，到尾就那个铁方嘛，甲合作乌配合人。较早是猪牛，即嘛甲乌配合人。在台湾的民间故事内底，有地无正，甚至嘛有乌狗正、罗麻正、姜子正、毛神啊等等。头先拢是地头无平安，落尾互神明甲收治起来的故事。会出现这款动物甲妖魔鬼怪结合的传说，应该甲台湾民间相信万物皆有灵的观念有关系。万物皆有灵这个物件是源自于人对大自然的惊吓，也是惶恐，所以咱透过做一祭拜的方式来像讲拜天啊、拜地，来祈求着天灾甲地变卖发生，亲像定期的祭拜着咱的好兄弟老大公，来保庇着咱甲大自然在和平相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看，我是主持人嘉豪。天天是大人吼，阮做囡仔时阵啊，是大拢会甲咱讲哦，暗时仔的时阵千万唔通外口拍走。那准无的确的，你去撞着迄款垃圾物啊，才会歹物啊。也究竟这个歹物啊、垃圾物啊，伫咱的生活当中，伊是魔神啊，也是鬼，或者是虾米款的物件咧？今仔日这集就是要来分享，互咱观众朋友知影。头一位要来邀请的，就是咱的民俗工作者，也就是咱的民俗专家温宗翰老师。老师你好，是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要邀请的是咱地方的文书工作者，咱的林佑成林老师。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好。一开始我想请教小温老师吼，就是讲迄个魔神啊、甲鬼啊，咱先来讲一个魔神啊好啊吼。其实咱魔神啊是啥物款的概念啊？魔神啊吼，其实是咱台湾人来讲到一个人吼雄消失去，行伫个外口行。比如讲下晡时啊，就出去外口散步，讲要出去散步，结果雄这个囡仔就无转来，也是死大人就无转来。咱就讲哇，这个雄失踪去这是毋是互魔神啊牵去？这是咱台湾人的一个形容的一个讲法。但是伫全世界每一个族群内底，咱拢看到。就这类似的观念吼，就是讲，这个咱人是伫个这个生活内底，总是有甚至讲有一个逃离，还是讲一个逃避，还是讲迄个有一个这个精神迷离思绪的一个情形，所以伫足侪族群，你拢会看到足侪类似的情形，但是伊无一定是像咱台湾人讲互魔神啊牵去安尼无一定是安尼。但是咱台湾人通常咱就讲这个人雄临时人怎啊思绪无去碰见，咱就拢会讲互魔神啊牵去安尼。对。其实咱台湾传说当中上接出现的就是包含就是真侪媒体拢一直在报道的，就是迄个红衣小女孩。
的。好先要来请教到咱的尤新老师，就讲为什么咱真济迄个传说当中，还是咱大家拢口耳相传，就是这魔神啊，讲比如讲伊撞到，还是讲去用吹到的人拢讲伊喙内面食足侪土，那介绍拢是伫山区吹到。为什么这魔神啊拢出现伫山内面啊？因为山林是一个非常未知的所在啦。那因为咱入去山林，随时要发生什么代志，咱拢唔知影。所以咱对山有一个惶恐。有可能你的意识较无清楚的时阵，你到山林有听到什么声音听到什么有诶无诶物件，你就个所谓魔神牵去。那牵去了后，是毋是等找到你的时阵，你的喙内底有痰，有啥货？就代表讲可能昏去，你唔知影人啊。嘿，当找到你，当然就是虫会爬去你的喙啊，还是讲一寡奇怪的动物，对，嘿，差不多就是安尼。所以咱才会定定听讲，就是讲有诶遐时代叫人找回来啊，问讲，你哪会走去？就讲有啊，就是我一个好朋友讲要带我去啥引导交泰啊，食鸡腿啊，食啥？结果发现讲伊规喙内面拢是稻蚊啊、草莓啊、土啦，这物件。有诶人就是讲，其实是魔神啊，要甲伊带去创治啦。咱通常咧讲魔神啊，因为魔神啊到底是虾米？对象，伊是神也好，还是歹物也好，咱无清楚，这个对象到底是虾米人，伊无一个正确的一个形象，咱通常若去问到这个失踪去这人，伊倒来，伊通常拢会讲，伊的人饲伊食这个红菇粿啊，还是讲像他拄仔讲的，讲食鸡腿，结果迄个鸡腿就是草莓卡，红菇粿讲的是有西巴，所以这个物件，通常拢是伫个大自然内底咱看会到的一寡物件，伊通常袂互你挑去，因咱就做听到这个传说去讲到讲魔神甲人害死袂，通常袂，伊就是甲你创治一个，互你失去意识，感觉讲你搁继续伫甲人讲话啦，还是继续伫行路啦，创啥安尼其实你迄个时阵是完全无意识的，已经伫伊的世界内底，所以咱拢会讲魔神是你共创治，伫民间信仰内底，咱就定定看到讲，哇魔神一空去要安怎？咱就看到足侪人去，比如讲伊会去请这个神明，神明就开始讲啦咱这个失踪去这个人，伊可能是伫个对，伊伫这个南边伫北边，就为这个方向去吹，所以定定听讲魔神会惊声音，跑啊，吹人的声音，放炮啊，还是迄个。单的嘿，对，弄的迄个这个声音一出来，魔神就惊到就走去，迄失踪的人伊会精神起来，嘿，所以有介济这种传说。安尼我想要搁再请教，就是老师就是讲，前一阵媒体一直报的包含就是迄个台湾的国片拢翕一个角色叫做红衣小女孩，这个红衣小女孩其实伫迄个影像一出来了后，其实就看到迄个查囡仔的迄个形体其实我真感觉有淡薄起鸡母皮就是讲迄个红衣小女孩迄个形体到底是鬼还是魔神啊？为什么伊个穿甲鬼身躯？红怕怕呢？是，伫迄个电影《红衣小女孩》内底，伊的迄个，伊每一集内底伊迄个魔神这个对象，伊其实是有产生一寡变化，伊后来是甲甚至甲杀做变做是一个查某鬼嘛，其实实际上咱伫个这个传说内底，并无去讲到魔神是。查甫也查某的，无这个固定的这个观念第二部分就是讲，伊嘛无一定是穿红衫，对，而且迄个传统社会时代，那会遮好穿红衫，一定是穿脏水嘛，那有可能穿红衫所以伫个这个即个传说内底，迄个魔神伊嘛无一定是会化身，互你看到伊的形体，伊可能是化作你熟悉的对象，还是讲一个。老阿伯啦，还是讲一个这个阿伯啊，安尼形式，电影是受到这个现代社会因为咱这个
大众媒体开始流行的时代，1990年代的时阵，咱有看到足侪这种就爱讲鬼故事的节目，什么玫瑰之夜，嘿嘿嘿，鬼影追，对，有真侪这种，甚至讲节目伫讲物件这种节目拢会形成一寡都市的传说这种都市传说，伊甲咱的这个生活内底当着这经验无共，伊有足侪是创造性的所以迄个时代就最流行一个影片，就是讲看到一个查某囡仔穿红衫面生做歹歹就讲哇迄可能就是魔神所以为迄个时阵开始，咱就一直感觉讲，敢若魔神就是穿红衫面歹歹安尼一个查某囡仔型安尼实际上伫较早的传说内底，魔神并无固定伊迄个形式无固定。对。所以其实老师要哪去区别这个咱所讲的都市传说所创造出来这个故事，甲咱生活记忆流传落来，比如讲这魔神啦，也是讲这精怪，是要去改做一个区别啦。都市传说你会发现伊有一个足大的特性就是讲伊的迄个形成讲法的载体，唔是人，有可能是媒体。电视电脑所以伊的这个甚至讲的时阵，你可能会透过文字、透过影片、透过各种的方式去熟悉这个故事。但是伫咱的这个比如讲魔神还是讲伫个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在传统社会形成的这种观念，伊通常拢是口耳相传，拢是人甲人之间伫讲的，即面对面讲的，所以面对面讲的，你有一个真实感。你感觉讲我这个人是我最信任的人，可能是我阿公阿嬷，伊甲我讲的代志，伊袂甲我骗所以迄个故事讲出来，伊就感觉讲，迄个物件就是真的这个流传的过程内底，足自然的形成一个足真实的一种情感迄个情感就是你会使讲是历史的这个真实性，你嘛会使讲是这个生活记忆的真实性但是咱当然拢伫科学面前，咱知影讲迄无一定拢是会被认为就是事实但是因为它拥有这种真实情感的部分，所以咱会感觉讲魔神一定存在。你会感觉讲这个生活内底这个奇奇怪怪的代志一定是真的。但是都市传说内底比如讲上文字嘛，对，无就是伫个这个网络上面伫个论坛内底去讲这物件，所以伊的迄个真实感就无遐强。甚至伊会不断的被创造。你一听，你会感觉讲，敢真正有这个物件都市传说甲民间传说，生活内底这种文化观念有真大的差别的所在。对。其实真正的，我就捌听过老师甲我讲过，若准你所听到迄个所在呢，比如讲，伫咧某一个山头出现僵尸伫遐跳，老师讲要安怎呢？脚来行起，甲伊站落去，来表示讲你唔是台湾鬼，伫咧台湾袂出现这款的代志。究竟这个魔神一个鬼，一个甲其他的精怪，这其中有啥物款的差别呢？咱先休困一下，卡定下继续来讲。我感觉咱录这集有淡仔伤过正面啦，应该这电火金较暗的，较有一个气氛继续来请教着小文老师这个魔神是甲鬼这之间的差别是安怎差别？魔神像咱头拄讲的，伊是可能是精怪伊嘛可能是山林一寡可能是神明，嘛有可能是一寡这个算做讲山鬼。咱唔知影伊是实际上伊的这个对象，但是咱会使确定伊是有法术的，伊是有这个力量的，所以伊会使变化，伊会使甲你创治，甲你牵走。鬼就无一定鬼是人巧去就变做鬼所以伫这个民间信仰内底，魔神仔的这个光级较光级色块，这个鬼呢，就是一般咱人变的，所以伫个这个鬼的部分，伊就爱看你的能力
你有能力，可能这个鬼可能嘛是有一寡力量。你若是一般，若是无啥物迄个，你若是一般的鬼安尼，鬼嘛会使变做神明啊。对，对。因安尼我顺便刷落去请教老师吼，就是讲我知影讲伫咧中部山区吼，南投迄边吼有一个角色叫做环保鬼。是。这个环保鬼伊是敢算是鬼哈？环保鬼其实是汉人伫形容这个原住民内底的这个女巫。的一个讲法啦，其实因这个比如讲你讲中部迄个玻璃迄个加哈姆这个族群伊内底的这个巫师内底伊就有一个这个萨摩啊，所以这个萨摩啊伊是有这个力量的伊是会晓一寡巫法，伊会晓伊神出鬼没，会晓做的代志，甲咱一般汉人所想的拢无共款，所以咱。当然会感觉讲迄已经超越人的能力的部分，所以伊就感觉拢会而且伊个是原住民，有一个歧视伫遐，伊就讲迄环保鬼，你莫去犯着环保鬼，无你会足凄惨哦，所以有安尼讲法啦。对，咱主要先解说到这个魔神啊，一个鬼嘛，出来，个就是讲在咱的生活当中有真侪这个什么精、什么怪。先要来请教到咱的游神老师，亲像这张相片吼，虽然相片看起来有较乌怪吼，但是我知影讲这是一只兔啊，就是兔仔公啦吼，伊敢算是精，敢算是怪呢？这个土仔公吼是咱新港的东兴庙，伊主神是第五千岁，迄当时第五千岁要起庙的时候，有指示讲，伊爱伫伊的庙定饲3只兔仔，3只兔仔，爱饲3只兔仔，就是咱尾也看到这3只，伫庙要起好的时阵啊，这3只兔仔雄怎拢伫同一天，来伫庙顶遐翘起，伫第五千岁就讲讲，这3只。后摆要收做我的脚力，要调金身，但是无交代讲要安做，对，尾手王爷过来交代讲，我就是要用这3只的肉体落去做标本，放伫咱圣岛口服侍，迄当时地方我较讲啊，因为我这间庙是伫一个土仔迄，所以我有我的3个地灵，而且甲我顾咧，对。较来演变做这个土仔公的故事。安尼，我想要继续来请教到咱游神老师啊。除了讲吼，就是讲，因为其实咱台湾真侪所在吼，起庙啦吼，拢有什么款的县，什么款的迄个地理吼所在，比如讲西港迄个所在就是理溪县吼，所以有落尾有理溪宫吼，甚至讲有的所在有一个什么龟血啊、金马血啊，就是一个血了后产生了后，比如讲龟血了后就走出一只龟精，敢有这款的案例啊？伫咱台南的丰神庙啊，还有一个接官亭，迄当时就是官方啦，是要来台湾报道的时阵，一定要经过的所在。有人就是讲伫遐看到一只龟，村头出去咧食水，买手啊，感觉迄个有一个蒋元所的官员要来台湾摆地理，伊怎起一个千年锁，甲龟头锁起来，莫互伊继续食水，就是要破坏地理，莫互讲台湾袂使出皇帝。所以就是讲，其实迄就是一个民间的传说，一个故事。对，也安尼在咱的这个民间当中啊，讲有啥物款的这正怪吼，就是出来害人，就要就是性命有甲伊收起来的故事。伫台湾其实足侪啦，你亲像有讲阮家己当就有猫仔精、乌狗精、龙马精，还是讲鸡甲精之类的，即台湾上共款的故事足侪。对，因为老师这张相片，亲像迄个形体看起来敢像是金身吼，但是伊迄个面啊，佫敢若一个是猪皮啊，吼，这尊是啥物神？这尊是咱北门正盘骹的时阵，迄个定海大将军。伊是原底是一只猪母精。猪母精迄种是就是出来偷食人的物件。结果去用公司，然后等伫迄个海边啊。但是较早有人有讲，猪母是袂使杀的。猪母杀是迄当时伊个腹肚内佫有讲猪仔囝，有3、4只猪仔囝，所以伊怨气带作重。怨气带作重的时阵，就会作乱着这个所在。作乱所在的时阵，咱就会请到咱的境内的神明啦。
迄当时因的新安宫机务千岁，就出来甲即只猪母谈判。即个故事就亲像南昆生的五虎千岁甲囡仔讲共款。我起大庙，你起小庙，我起一间小庙甲你服侍。嘿，啊你袂使继续伫遐作乱。嘿，你对伫王爷讲成有必修行。所以即马几乎千岁个封这个是定海大将军。我想要说入去请教有贤老师啊，就是讲这个猪精其实是踮咧台湾真侪所在拢有这个猪精的传说，是毋是？咱请老师佫甲咱讲另外一个乌皮夫人的故事啊。这个乌皮夫人是发生伫咱东石蛤蟆寮。蛤蟆寮这个所在有一间叫做港口宫的妈祖庙，是台湾香火最鼎盛的所在。因的庙是起伫庄外，但是庄内就是有一个聚落。较早的人拢会饲猪啊。即只都有一天，一只猪母偷走出去食人的番薯叶啊。去互即个做事的人掠着，当然无欢喜啊！你特别是走来偷食我的番薯叶啊，我无修行。然后活甲即只猪母公死。公死了后，靠发现伊腹肚内底有13只猪仔囝。即当时猪母向公司当然嘛无甘愿啊，幻化做灵魂了后去找着咱的阎罗王，甲讨一支乌灵旗，讲要复仇。即种公司个怨气当然怨气在做重，所以阎罗王就想讲，好，我赐你一支乌灵旗，你去报复，嘿，尾手就开始作乱，但是即个公司猪母即个人是一个会晓法术的人。嘿，伊怎甲即只猪母诶，猪头壳，伫迄个猪的头壳，去泡尿，喂鱼啊，去做酒插，嘿，尾手即只猪仔真正足歹，歹甲规个蛤蟆寮庄啊、鸡掠、鸡掠，规工拢袂平静。然后蛤蟆寮的三圣母看了就感觉安尼是袂使。怎出来讲清，就是讲，即只猪母袂使继续安尼作乱，甲即个就是即个法师的，即个做强的部分甲处理掉。嘿，了后就甲讲即个乌皮夫人讲，我封你做神，但是你爱替我顾庄头，你袂使个继续伫遐作乱。尾啊，伊怎甲妈祖婆怎甲讲，我封你做乌皮夫人，然后互你有香火通服侍。港口宫的三马真正足够超代志的，阮到底拜三马吼。那当然要来继续请教，就是小文老师来讲，除了这真怪吼，话就是其实伊甲咱的生活是足相外吼。那当然啦，有迄款作乱的，互神明收起来吼，什么周子正、罗马正、乌狗正，互收起来。当然嘛是，即款就是含冤吼，像港口宫三马甲伊讨宝、甲伊造，还真做一个官位有些性质的对啊。当然敢有迄款真怪，就是伫咱的生活当中，甲咱就亲像好厝边存在的啊。有当然，因为咱伫个即个生活内底吼。毋是干那人住伫即个世界嘛，咱阁有一寡生活有甚至讲你看动物就真济，你会发现一个足趣味的代志吼。咱头拄仔你讲的乌皮夫人啊、定海将军啊，这拢是甜的，伫个即个足侪所在吼，你看会到的即个传说吼，嘛，迄个甜的传说有特别济，吼，像我介绍即个沙鹿即个晋江寮吼，因迄地方有一句话讲，即个过洋仔出水，吼，晋江寮出鬼，吼，迄个所在出鬼，吼，伫个伊的即个地方有一粒石头，吼，就是即粒。你看这个造型吼，看起来有就像一只猪仔的无？这是猪仔喙伫遮伫食物件吼，这是猪耳啊，所以伊的这个这粒石头讲的是猪母石啊，伊这个猪母石较早讲有足侪粒迄个细粒的迄个猪仔囝，吼伫个这个地方的人想讲迄细粒的石头会使摕转去生菜脯吼，缀即个菜脯啦，缀咸菜啦，吼，即个物件较好，足好用。但是你若只要甲迄个石头细粒的摕转去了后，吼，恁兜就暗时啊就听到猪吼，等下咕咕叫，吼，无就是迄个若有饲迄个动物的吼，动物的就等遐安尼飞来飞去，走来走去吼，若是囡仔的话，就可能就会落屎，吼，所以后来问地方的王爷才知影讲猪母出来伫找猪仔囝。
因为这只猪母呢是伫地方吼，住伫地方有够久的啊啦，所以地方后来算做讲起新路，起公园，大家都唔敢讲甲这个猪母甲送走，所以就这个猪母少呢，伊就甲伊留伫个这个大树骹。就互伊点点伫迄个所在。安尼我老师我想要请教一下啊，就是讲我知影讲真侪所在拢有传说叫做德哥鬼，这德哥鬼伊是鬼还是精啊？像德哥鬼的部分吼，伊嘛是一个较特殊的，就是讲咱伫个民间传说内底，无一定每一项拢确定知影伊是啥物。比如讲像精，咱会讲伊是。可能什么动物的精，但是呢，这个灵气也是讲这个聚集的这个物件，咱有当时啊唔知影伊是啥。像德哥鬼，伊是挖伫个德哥顶悬，可能是鬼，嘛有可能是精的一个对象。这个德哥鬼的传说，伫个这个客人也是这个汉人拢有。伊迄个传说就去讲着讲，你因为咱生活内底。较早拢会种气灯吼，咱保护咱家己的这个正心护良吼，外口就包一盏这个气灯吼，所以生活内底拢看到这种灯啊，蒙阿波边你嘛看到足侪种出几排的灯啊，你若伫路上行看到迄灯啊吼，常常是倒落来，倒伫坏的吼，倒伫涂骹，讲你人袂使下过，你人啊下过吼。迄德哥就常常安尼甲你压起来，压起来甲你压死，也甲你袂喘气。所以这个传说内底就讲这德哥鬼就是要来害人的。所以若讲这个古早时代的这个时代人讲看到德哥倒落，千万袂使甲下过。下过你就危险啊，你就压起来。迄就是一个陷阱啊，唔好跳。所以其实你若讲叫德哥鬼压死，真正是有较见效果啦，因为你知影就是下过时的，拄啊是夹着重要的部位，所以个歹势，很明显的陷阱啊。对，是就明显了，对啊，吼。既然我想要搁来继续请教有心老师啊，就是讲吼，咱这真侪这动物灵啊，吼，就是落尾起来这不管因变做是精，变做怪力，变讲因灵都变做强的吼，落尾有的神明甲伊讨保，甲伊走甲伊整做一个卡来，是讲去一间庙，有人去甲伊奉祀。亲像拄则你讲到迄个乌皮夫人哦，伫咧大家乐时阵足兴的吼，安尼听讲在今仔日啊，亲像即只金鸡神，伊讲有啥物款的功能啊？即只金鸡神对无？是阮嘉义市迄个大天宫，伊的主神是五国王，五国王就是较早农业社会拢咧祭祀的，咱的神龙嘛，神龙伊边仔拢有一只鸡啊，咧甲咱的农民报时间，慢慢，即只鸡啊，怎变做五国王的卡啦，甚至伫阮嘉义有演化去鹿寮啊，嘉义有一鹿寮伫灵鱼潭迄附近，伊遐拢有一寡就是有蜂糖。过去甲因偷食因的作物，结果有一天，因遐船长哦，去问着我讲，甲讲，我派我的金鸡神啊来帮你处理，结果过两天，因就看一只金鸡徛伫空中，这风糖怎轰，金鸡独立徛伫空中，对，怎这风糖怎去手者，那风安尼飞走去。自迄了后啊，因逐年拢会看物件来阮嘉义大天宫拜拜。搁另外一个就是伫即个灵鱼潭遐，有一间木造的厝，着白遐，迄是足严重的会白遐，用要规间绑去啊。结果因遐个大户啊，就去请金鸡神过来坐镇，过两天，这白遐全拢无去啊。所以讲吼，这因为伊是我讲的卡啦，所以对这病虫害啊啥货是做厉害的。安尼除了就是拄则讲到迄个乌皮夫人，就是伫咧大家乐时阵就兴以外，是咪即马这乌皮夫人有无共款的功能啊？这个乌皮夫人甲咱这个定海大将军，即马吼，咱人阁赋予一个新的职能，就是这个看姻缘。也是讲夫妻啊感情袂好，就要来拜这个乌皮夫人，也是定海大将军。对，伊则阁有即种吼，安尼姻缘线，姻缘线要互救，对，这就是咱人赋予一新的
的职能。嘿。呀，呢，其实，在咱这个生活当中，咱亲像两位老师所讲的，这个正，这个怪，其实咧，甲咱的生活当中是非常接近的，是用无共款的感受、无共款的态度、无共款的想法去看待这伫咱生活当中的物件。呀，咱拄则已经讲到这个魔神啊，抑个这个正怪，上介重要就是这个鬼的部分。咱先小休困一个，确定啊，继续来讲。若讲到鬼，讲到魔神啊，大家是惊甲走干那飞。咱所讲的鬼到底是啥物？敢真正有遐尼啊恐怖？咱真罕得有人看到鬼，是安怎？咱的鬼仔骨阁会遐尼济咧？鬼是一个足歹解释的物件，因为人死就是变成鬼嘛。那伫啥物这大家时期，大家时期对鬼的解释，拢有做这种的讲法。亲像讲厉鬼。伫清朝的时代，或者祭祀就是祭受者的无主孤魂，来演变到最后的中原普渡。伫即卖的社会，感觉厉鬼就是穿红衫自杀的，会变做足歹的鬼。嘿，这拢做侪拢是因为咱人想出来的物件。咱人活伫咧世间，对无确定的未来总是会惊吓，对懵懵渺渺的鬼甲神明嘛是共款敬畏。因为咱台湾是一个移民的社会，来到这个所在，对所有代志拢唔知影，所以会惶恐、会害怕，所以做侪就是想讲敢若落汉脚来，但是死了无人服侍，就变做无主孤魂。阁有加上咱台湾有做侪这边的国家，会为咱的社斗啦、战争，嘛引起到做侪死亡。后代人为着感染着这个神明。所以定期伫咱7月15来做普渡祭拜仪式，祭拜着好兄弟，希望就是咱大家来好来好去。嘿，像伊经典内底最后一句话就是好来好去，善来善去。一句好来好去，善来善去，就是咱台湾人普遍对世间万物的态度。只要是有人的所在，就有无共款的鬼仔骨。到底这款鬼仔骨是安怎来的？是要甲咱吓惊？也是要甲咱教什么道理咧？讲到这趴，要来讲到咱的台湾鬼，在咱的台湾鬼内面呢，有两个正重要的角色，一个是叫做拿刀子，另外一位叫做单手娘。因为故事呢，甚至真侪戏剧界提出来搬，要来请教到咱的小温老师啊。这两位女性啊，因究竟是偌尼啊厉害？武家呢，规个甚至性命拢无法度甲因处理，甚至听讲，阁有一位呢会当去到中国甲人刣死。咱民间传说内底吼，其实迄个拿刀子啦，吼，也是即个单手娘，吼，甚至即个周成过台湾，吼，这个故事其实伊有一寡较特殊的所在，有的是真正发生的代志，有的其实是一个民间故事的流传。迄个民间故事的流传，伊是一个算作是一个观念，民俗的观念。迄个观念有一个故事的原型甲母题伫遐，所以每一个所在呢，肯定拢会流传共款的故事。你会感觉讲，这个故事敢讲起来，敢若拢差不多吼。所以比如讲，像有这个查某鬼暗时啊，吼，讲生囡仔，吼囡仔这个妈妈好，吼巧去了后，伫个梦内底甲囡仔生出来，吼生出来了后呢，半暝啊摸囡仔出去买肉粽，吼买肉粽的时阵呢，因为无钱嘛，所以摕钱去买肉粽的时阵，肉粽迄卖肉粽的发现着讲，伊摕钱呢是金纸吼，伊迄个名字吼银纸，奇怪，那是安尼吼，感觉足奇怪，所以像这个故事吼，伫拿刀子内底嘛捌出现过。单手娘嘛捌讲过这种故事吼，所以其实伫个足侪民间故事的这个母题内底，咱肯定会捡无共款的故事南来南去吼，安尼甚至做一寡传播吼，伫讲述伫讲安尼吼，但是单手娘是一个较特殊的，就是讲伊是真正有这个
有一个bài位，伫甲奉事，吼，伊是一个算做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吼。啊，伫个传说内底，为什么讲伊去登山抬死迄个师爷？因为伊互即个师爷甚至讲玷污嘛，吼啊，即个投诉无门嘛，所以伊无法度，伊迄个时阵的官令无愿意甲伊帮伊主持公道，啊伊无法度，伊过用去了后救性命嘛无效，所以伊只好自立自强，就走去这个登山，把这个师爷干掉这样子，啊，回来了后，伫个府城大闹啊，所以地方的人传说内底就讲地方的人就去拜托这个功德尊龙出来算做要解决这件代志。陈小娘唔是干那走去登山尔，佮甲功德尊龙两个大战。最后讲是这个观音佛祖出来劝化啦，观音佛祖足无用，而且足杂的啦，足无用的啦。伊较自卑啦，所以有任何的代志拢爱拜托伊主持公道。所以伫个民间传说内底，就是讲最后是观音佛祖拜托功德尊龙甲这个陈小娘甚至伊主持甲因这两个人，甚至按大好安尼所以这个传说内底上主要的精神是啥？咱就歹了解讲，这到底是历史故事，还是民间传说，对吧？实际上伊到底是民间传说，还是历史故事，拢无重要。重要的是啥？伊去讲到讲，咱若是对这个官员因为伊有冤没有办法那个嘛，就是没有办法伸冤。官员没有办法伸冤怎么办？他说他去呈现的迄个清朝迄个时代的迄个氛围。第二个部分就是讲，伊家己想办法去解决这件代志，所以伊有一寡民间的这个思想、民间的迄个民俗的这个观念伫内底，伊甚至讲去报仇，女鬼复仇的故事。所以伫个这个陈小娘伊较重要的可能是伊的迄个意义啊，伊对咱来讲，伊毋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女鬼伊不是一个就简单的女鬼，伊是一个有能力、有自立自强能力的一个女性。对，所以我是认为讲，我的确陈小姐的角色在这个社会性别平等重要性，Me Too运动发起，无定会当真做就是咱有这完整会当去拜这陈小娘替咱伸冤，无的确噶吼。因为其实咱在这，因为咱民间信仰当中，其实新这个功能伊会转变的。新一个功能的转变，要不来请教到咱有心老师啊，就是讲像拄则小文老师讲到观音妈，虽然伊讲伊是查甫的，但是咱在民间信仰里面，伊家己就是形塑一个女性角色，因为女性有慈悲有慈爱嘛，所以这个观音妈来协助这件代志，可以圆满。当然女性慈悲的形象伫生命会出现，不过为什么这款讲讨命的，拢出现是伫咧查某鬼呢？会出现伫即个查某鬼，是因为着咱古早时代啊，对于即种性别歧视，无平等嘛，会感觉查某着较无价值，会看袂起查某的，但是伫咱即马即个社会啊，咱即马一直咧往即个性别平等来行，所以就较袂有发生即种查某鬼还是啥货的代志，对，我感觉这嘛爱。为几个观念来看啦，就是讲，因为咱若是为这个民间信仰的观念内底来讲，咱较早讲查某人也无出嫁，就袂使上公妈拜位嘛，就是你基本上一定是无厝里无拜姑婆嘛，所以出嫁变做是某一个时代查某人的一个伊一定爱有的一个经验，伊一定爱改姓。袂使姓家己原本的姓，就改姓变做是某一个夫人，伊才会使变做公妈奉拜。你若无，你就变姑娘，姑娘就爱送去姑娘庙。所以常常咱就感觉讲，那查某鬼足济其实是因为女性拢被人家怎样，独立化。就是你全部拢集中伫迄个所在嘛。第二个是讲，比如讲，你看咱若伫台湾民间社会内底，常常拢有有影公有影妈。有影公有影妈，明明即个网仔翘起来有查甫有查某的，但是伊号名的时阵，伊可能就号
有用功，有用马就放伫后壁，还是讲伊会讲大将爷，明明都有大将马，对，所以后来渐渐这个。性别的这个异性开始平等的时阵，咱就看到，有的可能就会改变哦，伊可能会甲这个有用公、有用马放做伙，甚至有的所在伊无一定是有用公、有用马伊可能是会讲乘风公、乘风马，因为乘风马无嫁互乘风公的。嫁互乘风公，伊会变做乘风夫人，所以伊若无嫁，伊就讲是乘风马，乘风公，安尼，所以伫个即个地方就渐渐有咱会看到有一个比较啦，较平等的处理的方式。另外一部分呢，咱爱转来看到讲，故事内底拢强调查某鬼，佫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女性是一个。传统的观念内底是一个较弱势的一个对象，咱会感觉讲伊的迄个身体身体是物理的这个部分，跟男性比较起来，伊看可能不是劳动力，伊伫传统社会不是主要的劳动力，所以感觉他比较弱小。那你看一个弱小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反叛。跟反攻，伊就有啥物物件，就有戏剧张力。所以伫民间故事，也是伫个即个足侪即个传统戏剧内底，拢足爱去演着，也是讲着即个女性的复仇这件代志。所以女性复仇本身是一个故事，也是即个即个民间传说常常看得到的一个母题。我业啊，就是一个一个反叛呐，甚至一个改变呐，伊本来是一个弱小的，向变做最有力量的一个人，这个变化是最重要的，所以伫个这个戏剧张力啦，还是故事的这个精彩度来讲，伊就比较靠这个物件通好讲。当然啦，就是讲其实在英国就是社会当中其实是男女无平等的嘛。当然啦，就是讲查甫旺气。甲查某旺气等于讲有当时对于真侪地方来讲，其实迄是条件是无共款就是讲男女是大不相同啊。来看这张一张图片，对着这地方有贡献的，我相信查甫拢有。为什么独就真侪迄款男性旺气了后呢？这个人为着要甲伊纪念，为着要甲伊追思，甲伊雕金身来甲伊奉祀其实这相片会当看到，其实这是叫做三浦将军，这应该不是台湾人对不？对，老师这是啥？伊是日本人。日本人。飞虎将军，伊算是伫个即个海尾迄个所在有一个即个飞虎将军庙，伊是一个即个空军呐，甚至讲传说内底就是讲，因为迄个日本时代伊甚至使着非常激烈的产能，那个产能后来伫迄个所在煞怎显灵啊，显灵了后，大家就开始甲甚至甲拜甲按答甲拜，结果发现即个神明介兴介有灵验就开始刷着伊怎算做变做地方的守护神。像甲伊共款的比如讲伫咱。伫个高雄阿摩港的这个保安堂伊内底嘛有这个海户万岁，伊嘛是日本人，日本神另外呢，比如讲咱嘉义有这个义爱宫，日本的警察，这个屏东有这个田中将军，所以伫全台湾你会看到足侪甲这个飞虎将军共款拢是日本神，日本人变成的这个台湾的神明那所以咱头拄仔讲，是不是查甫人拢比较容易变成神明？这其实是甲一个观念就有关系就是讲大部分这个会变做神明的这个原本是鬼的这个人，因拢出来作乱。伊拢有一个作乱的过程，甚至讲较顽皮，因一开始显灵的形式，互人会惊吓，对伊会惊吓，对伊会惊吓，就会产生什么款的代志？咱就开始甲敬拜，希望拜托你莫作乱，咱互你香火，你有这个香火，你有这个能力，你得共保护。所以其实这是天性一个
呈现着这个民间信仰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吼，就是咱民间信仰无像宗教的迄个经典安尼吼，有足侪迄种要讲叫咱来做善事啊，吼做足侪代志的这种说教的这观念吼，无像迄个宗教经典有这物件吼。但是咱的民间信仰用仪式甲咱讲一件代志。你本来是歹物啊，袂要紧。但是呢，你愿意伫咱这个所在受到咱的香火，你就有机会，互你为歹物啊变做好物啊。这个好物啊，就会使来保护地方，来守护地方，甲神明做伙来为地方服务。所以伊是呈现着一个神明的力量啊。咱神明来甲按道好，你甲神明做伙，来为咱地方服务。那事实上呢，在咱的民间信仰当中，故事是真多。咱来先小休困一下，他听两位老师继续来讲。虽然即摆是一个现代而且佫非常科学的社会，不过有真侪现象是用科学、用咱的知识、咱的脑知识，无法度去理解，无法度去解破、点破吼，也其实讲到这个鬼的部分，其实真侪人拢会感觉讲足惊吓，但是事实上呢，要来请教到老师，就是咱台湾呐，这个鬼的形象吼，拢有的人就讲哦，迄个鬼大概是生做啥物款的形体啦，哦，比如讲是爱长头毛啊、穿白衫啊、离地三尺，这才是台湾鬼吼。啊，但是啥物叫做台湾鬼啊？这台湾鬼讲可能对着时代变化咧，请老师甲咱解说。你讲的这个离地三尺，这个行路爱用飘的吼，这种逻辑拢为这个戏曲啦、电影来有无？咱都看到这个有这个形象吼，大家第一印象就是安尼。但咱伫个这个民间生活的时阵吼，咱常常讲一件代志，就是讲鬼当时会出现。一定是伫个一个你会感觉讲较阴的时间点，所以鬼出现，伊袂透中昼的时阵，像出现伫你面头前嘛，这个鬼嘛袂凊彩出现伫个神明厅嘛，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咱的知影讲这个民间的这个思想内底，定来去讲到鬼出现的时阵，会有一个足特殊的味啊，讲湿湿。淡淡，另外就是讲，你若感觉讲迄个所在安尼算做安尼青青雾雾迄个小可安尼冷冷啊，安尼对，无风无摇香香的安尼气氛寒起来，你会感觉讲，迄就是啥？迄就是有鬼要出现伫咱的民间的印象内底。另外一个就是迄个鬼出现的味是芳的还是臭的？应该臭臭吧？嘿，就是有一个臭噗安尼淡淡的味。所以伫另外一部分，你若看到讲，咱若伫讲神明出现的时阵，比如讲有的人讲伊可能这个伫赛车的时阵，讲有闻到一个檀香味，迄檀香味很浓郁，哪赛哪热起来，敢若迄车到底有开冷气啊，无开冷气有开冷气，结果竟然感觉会热。所以这个迄个时阵，咱就拢讲哇，迄就是你边仔有对着神明，你甲你护持、甲你保护掉的。咱讲迄个神明的味道是檀香味，但是鬼的味道就是臭扑味。所以伫个民间的这个思想内底迄个鬼通常拢是较比较阴冷、比较负面，所以咱的时大人拢定定甲咱囡仔人讲你厝里房间啦拢爱定定清洗。对嘛你迄个枕头棉罩被袂使放伤久你一段时间你得去拍日，拍过日迄个鬼就袂活伫顶悬嘛，是有拍过日嘛袂有臭扑味，迄个代表讲比较较健康，咱嘛较袂卡一寡歹物啊、歹物件安尼。对，所以其实总讲一句啦，感觉讲身体无爽快，出去晒日头就好啊啦。其实正面的能量啦，当然啦，今天来到这个所在，无干两位学一寡恁所听到这奇奇怪怪这传闻，安尼敢对？咱先请有心老师甲咱讲一下。我听到的就是我家己有去拄到的。有一摆我去阮家己一个叫福州山的所在，做一寡电调记录啊。乡遐拢无人哦。
我就听到边仔有人咧讲福州话，嘿，听反正伊讲的话我听拢无诶，啊我四界看嘛拢无人，嘿，就是拢有一条声，嘿啊，害我紧上去就紧走。你手机袂记关啦，手机也袂记记。对啊，有刚好可能是安尼。对吼。对啊。哎呀，原来是安尼，听到迄个奇怪声啦。声，也安尼听讲，其实你嘛捌听过条奇怪声的。哦，我当着两三届，无一定是啥，我是对，有一届是当听着人讲话啦，嘿，伫中部地区有一届算做讲伫翕相吼，阮伫做调查的时阵，因为迄个医学是一个甲鬼有关系的一个医学，算做讲迄个医学有一个禁忌啦，讲你若是讲落去迄个所在，你莫滑头，吼，莫滑头啊，人啊，甲你嘛莫凊彩叫人的名，吼，咱叫人的名，惊讲吼，歹物仔知影吼，迄个人叫啥物名安尼嘛，吼。嘛去讲着讲啊，即个算做讲，你若算做生命啊起来的时阵，你袂使伫生命的后壁。哦，迄个医生因为生命有斗帮忙去处理一寡代志安尼吼，结果迄天我就感觉奇怪，生命行伫头前，我翕相嘛，我对后壁伫翕相吼，向哪会明明行头前离我足远的，头前无人，后壁嘛无人，向就一个人。你叫我安尼吼，我我滑头结果拢无人啊吼，家己踹一条，结果骹怎就伤去，嘿，所以我嘛有这种经验。咱会发现一件代志，就是讲鬼故事，生活内底的鬼故事，还是讲生活内底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其实是一种记忆的传承。常常看到，比如讲路上啦有，比如讲十字路口啦，还是路边有常常发生什么代志，咱嘛看到新闻，若伫示警的时阵，拢会伫迄个所在吼，比如讲送外远啊，做一寡可疑，迄嘛是你甲咱暗示呢。即个所在常常出车祸，常常有代志，有人伫遮掠交替，咱经过的时阵安怎？开始有疑。无对，所以伫咧即个民间信仰内底吼，即个鬼故事并嘛毋是讲，我是感觉并无偌歹吼，像我对迄个所在就有一个尊敬。所以就是迄个溪仔边吼，拢会踩一支看板写讲最深危险啦，其实应该甲改掉啦，甲写讲。遮有伫咧掠交替，所以大家就袂落去啊。就是像，其实这是一种警示啊，其实迄个效果是警示的意思是共款嘛。就是讲人讲唔听，安尼就请这无形的来甲你警示安尼就对啊。吼，其实在今仔日了另外一张的相片，是咪咱请有心老师甲咱介绍这只马有啥款特别所在啊？这只马其实是地方咧讲的马仔精。马仔精，嘿，马仔精，伊伫咱即个王德路的蒙头前，嘿，咱清朝一个水洗地都王德路，迄当时就是拢有，就是村民拢有看到一只马仔去偷食人的物件，嘿，尾仔嘛是来起甲下起来，伊头前骹拱断去，所以伊头前骹只尾也是去做新的。哦，所以伊骹有断去啊，对啊。对，但是实际上我有去调查过。有记录讲，王德路其实伫地方，大家对伊的评价是无共款的。那所以有可能有人挑过伊要迫害，啊，赋予一个新的传说伫遐，有白马精作乱，对，所以就是讲，其实一件故事，其实有伊正面的看法，嘛有伊负面的这个想法就对啊。当然啦，咱其实在今仔最后要来请教两位老师啊。你认为讲哦，恁所听到、恁所调查这，不管是这鬼仔故啦、魔神仔啦、精怪这故事啊，恁认为讲这故事要传达伫咧人世间当中，伊上较重要的意涵是啥？我想这个不管是魔神仔啦，吼，还是精怪，吼，这个甚至是鬼吼，咱拢会使看到一个最大的部分，就是这传说大部分拢甲生命有关系，吼，有鬼就有神呐，吼，所以伊其实是传达一种最重要的信念吼，迄信念就是抗神的迄个意涵伫遐，吼，你希望你有一天会当为这个歹物仔变做好物仔嘛，吼，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咱毋是干那看到鬼尔，咱嘛看到神威，吼，咱嘛看到神明伫甲咱协助，吼，处理人世间的这个代志，吼，所以我是伫这个
这个议题顶管看到生命的迄个力量、信仰的迄个力量。第二个部分就是讲，这个恐惧这件代志。吼，咱人吼，大部分的这个故事背后拢有牵涉到一个，就是讲咱这个人安怎面对自然社会、自然世界，人安怎面对自然世界，也是讲这个人要安怎面对这个看袂到的这个无形的世界。这就代表讲你这个人活伫这个世界上，毋是干那你人尔哦。咱这个世界中形体啦，这个看会到、看袂到的吼，百种吼所以这些拢是咱会使甲咱做伙共同生存的，咱拢爱算做一个尊敬共同生活伫这个所在，咱爱要安怎去熟悉因，还是讲要安怎去看待因。这拢是透过这个故事，你甲咱提醒。安尼，有心老师你调查嘛做真济嘛，应该看真济。对我来讲，我是感觉咱嘛是爱对这个大自然爱保持一个爱护、珍惜、甲和平共处。还有对这个动物啊，是啥货的生命，嘛是爱有一个尊重。无基本上，像讲即摆做一个动物去用弄死啊，是啥货？后壁敢会变做乌狗，真会甲咱害咧，对无？这嘛是有可能的啊，对啊。当然就是大家要互相尊重。对，不管什么物件拢共款。在今仔日讲遐尼济，这不管是魔神啊、鬼怪，或者是这妖精呢，事实上呢，伊拢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也是社会集体记忆。所以咱会当将这故事当作是非常珍贵的文化资产，会当互咱的一代，搁再传过一代。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到现场，跟咱分享遐尼济，非常多谢，感谢。讲到即摆现代社会伫咧变化，查甫查某是病悬病大，不管是这个妖怪魔神啊，或者是妖精呢，论真界讲起来是一点啊无可怕，上界可怕就是你的无心肝。也邀请来观众朋友呢，咱对待每一个动物呢，每场物件对待咱人，拢要用善心善意来看待，咱这个社会才会愈来愈好。也继续邀请来观众朋友，后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嘉豪兰泽。两位老师感谢，感恩。